对我的认知有利，对我的生活兴趣有利，对我的看法有利，对我的利益有利的，我会感觉要这样到底爱他，安尼嘛吼，对无？要这因为足济人叫我的兴趣有利的，叫我的个性有利的，我这足济人叫我较会学。非常济人叫我做会学，毋过迄个学是建立了实体、生活、兴趣、嗜好内底，安尼叫人际哦，对无？所以伫迄个人际内底当中有者，那叫我较袂学的当中咧，我就无啥想要安尼哦。啊，迄个袂学，无想要斗阵当中，上位会真下，我所以人际是以义相见，叫做高者。毋过伫咱日，咱讲，咱是以义相交，叫做高士，叫做人脉。咱今日是徛伫基啊，伫个上高。咱家己看，咱从细汉，学校，你讲学校，从细汉即个环境内底，教育来讲，拢是这个模式。是囡仔就咧教这是大斗阵啊，这是大大家拢收入来，大家拢咧讲道理啊，大家拢做主秘的啦，大家拢叫小，较早拢叫小叫乖乖来一个，叫我甲大汉，我甲真。这老菩萨大家拢做，大家拢做主秘，大家拢做关系，大家做听。毋过我甲自己有啥物关系？伊敢是阮啥物人，拢毋是，伊只是咱的老菩萨，咱的老前辈，咱的前辈者。伊是徛伫啥物角度咧听人啊？徛伫伊的角度，敢是安尼？安尼哦，伊是看咱爸妈咱大汉当中，伊会欢喜，我叫你也无话，你是欢喜啥？啊，欢喜心生的欢喜会大。哦，就敢若讲话，较早咱王家文书店咧讲，哎，看着你这个少年仔伊厉害吼，伊会足欢喜。啊，我嘛咧感觉，到底是咧欢喜啥？有那相关的无？伊的欢喜是徛伫基内底。啊，所以伫内底，咱甲讲学校是到即仔年纪渐渐济啊，看会着这学校伊厉害的话，咱会欢喜的，是咧欢喜啥？伊是咧趁钱分咱哩，毋是咧欢喜啥？欢喜着讲，愈侪年轻人伊的内心愈是徛伫伊内。所以创造这个环境，啊，一定有一些年轻人一直起来，就表示他越来伊的内心里伊的物件愈侪。看会着愈侪年轻人对这个义的物件、对道的物件、对德的物件会愈重视的，想要投入的时阵，那安尼会相对，咱会感觉迄种画面啊，哦，为什么对年轻会这样？对咱的心就敢若像咱对这个年轻，真内底完全无义的心。系嘛吼？互相之间有利害关系无？一点仔厉害，啊，无输钱的关系，系哦。所以你内底较有义的关系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真实，的一种的听谈，的一种的关怀，安尼，啊若安尼的话，这也是对。所产生出来的，所以学校咱一直要家己做生意，行，咱做。啊，所以咱定咧讲一句话，讲啊，要知影
修行人，咱咧经典当中，大家拢是修行人，大家拢要认真修行的，大家拢互相用咧，咱就代表着咱的人体内底迄个德性侪咯。迄个德性就表示着咱要用义用德的。义它是真正咱的资源啊，所以人脉就代表什么？人脉就是什么？钱脉啊，人脉就是钱脉啦，好对对嘛，迄是咱的资源咧，迄是咱的资源，所以是德者本人咧。所以大家来讲，有德出有仁，有仁出有朴，有朴出有才，有才出有力。哦，德者本人才智慧。咱大家拢要求财无毋对，毋过今仔日这关键就咱是为心，咱是用我们的德性，用德性哦，用伊的物件来互相交配出来，交生出来的人脉。安尼，当咱来用咱内心、用内在的德，用伊来交配出来的、交生出来的人脉，你有资源无？有啦。资源啊，迄个资源足济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感觉讲，咱这个人足好个，足有安全感，可有依赖，所以资源会互咱运用咧。运用咱要运用伫对，运用物件，这个就是我。所以大家刚才有较好的人脉，我们都希望有很好的人脉。咱的四九五言人脉是什么样子？咱来好好去解释。咱四九五言人脉，刚是刚是都是为我们着想，还是都是兴趣的人脉、嗜好的人脉、意义的人脉？那安尼话里内底，咱来看看哦，那安尼话，这个人脉内底有没有德性？所以咱的经典内底有咱的经典，有咱的念文书，有咱的作业，有咱的练。有咱的讲经的过程，这敢是拢咱徛伊的内底，表示是哦。这拢要互咱信心的啊，这拢要互咱信心。咱敢会用这做？好无啊？从咱这好的人脉，敢会去传承会互咱的现代？咱有好的人脉，这是咱的资源咧。咱的资源敢有5万要互咱的后代？这个环境嘛，5万，这嘛咱的资源咧。咱敢5万这个环境要互咱的后代？咱敢有5万咱的人脉，这嘛咱的资源，敢有5万这人脉要互咱的后代？敢爱？爱哦。毋过要互咱的后代，咱的后代无一定要接受，代表着啥？代表着这个环境和咱即马现有的人脉改变了这样。当然，这个环境和这个人脉改变了这时阵，咱的后代伊会感觉讲，伊爸爸妈妈因为这个环境和人脉改变了这，我的辛苦力会当看到爸爸妈妈的德性和爸爸妈妈的义的时，那安尼，咱要互伊，伊要接受。伊要接受的，若无的话咱要互伊这个环境，人脉接受，伊要接受是，这是会使较紧的，要接受这个看得到的问题。所以这3个问题，是一个问题咯所以咱有资源咯，咱要完成问题所以今日就是要互咱信心。落来就是咧讲啥？信心。
咱就是，因为咱今仔日老师的天命之下，有心在生活，种好法是都会好咱的活，好咱的活，咱的活是爱为平常时小活，毋是咱个大活，哦，是咱为平常时小活。平常时啊，小愿是咧培养着咱修心的意图。一个人有诚心无诚心，是对平常时啊，敢求一个涂骹，扫一个便所，煮一个便当。伫迄内底，咱的诚心含真诚度，含道义的程度。用心的程度，会看出着咱诚心好。对咱学堂也好，学理者也好，学啥物物件好，每一个时阵咧看咱头顶的迄个对迄个小的物件，咱下偌济心意来。因为咱人的大诚心是由小心，平常时爱小诚心去为出来。平常时爱小诚心，我们都不在意。坐伫遮的投入程度，咱也不在意的时阵，咱讲永远你来有大诚心，无可能。安尼哦，所以咱是对迄个小的物件，迄个叫做点点滴滴。点点滴滴地起起来，迄个点点滴滴，咱有小愿，若安尼的话上天，伊内底会听出咱的心的。点点滴滴咧累积咧听小咱的心，对无？对小愿就甲咱扶持咧扶持咱的心。到讲咱有一个舞台当中，咱慢慢啊，因为小愿咱的诚心一直累积，到咱有一个舞台当中，咱会当互咱发挥咱的迄个一技之长的时阵，咱的愿会了出来的时阵，咱舞台愈大，相对咱的做功。啊，你做的功的愈济当中，咱要看清楚迄个功课的愈济。讲伊内底拢无依成的，因为成的物件就是要互咱生命上海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安尼哦，啊，毋过对成要产生到生命的过程当中，会有足侪阻碍咧，足侪障碍咧，毋过这障碍、这阻碍，就是有法是要来护庇的，要甲咱扶持。要甲伊教授，安尼哦，护法神对咱身躯意义嘛袂了解，而是安尼，哦，咱较对，咱嘛要对迄个郭台铭身躯意，为虾米？因为有机会趁着钱啊，吼，但是咱凡夫拢会想要过郭台铭的身躯意，拢有想要对市长的身躯意，因为有机会啊，要安怎趁着钱啊，有机会啊，较。对一般人来说，做工人来说，无机会啊，一样的道理哦。护法神嘛会对讲，今仔日你愈有愿，平常时啊愈有心，愈有心的，伊会愈对身躯伊个因愈有机会，有机会就成功了。所以护法神伊要互咱，安尼感觉透过护法神来互咱的因为。有足侪因缘的当中，需要的来进入到后边是天命，天命就是老师的天命。所以咱的磁场和咱的人脉到心情的物件，就要对，这物件拢无。
这物件拢袂使用老师的天平。啊，老师就是有老师的天平，伊就是有智慧。迄个细的物件爱当顺势，顺而势。啊，顺势叫做化不可为可，化无可能为可能。啊，迄个细的物件就是啥？迄个宽的物件就是要融入到中，要连接到我们生命的因缘。这是爱好。咱有因果，咱有因缘，毋过吼，咱无老师的天平，拢是家己对因果，家己对因。没有上天的意思，没有上天的意思。不然两天调不出轨的这天走其他，那我调会出轨。嘛吼，天走其他。你需要有上天当中伊的运作，合就是因缘，合就是因缘啊。咱咧每一项动作，每一项物件当中的因缘内底，拢有上天咧甲咱，伊的天平咧甲咱合作伙。安尼，这个因缘会好袂？这个因缘会好呢？哦，所以咱的环境内底接受着这个天平的磁场，咱的人脉内底拢是有天平的人脉。啊，咱所学的原内底拢是有老师的原理内底，啊，拢是有听之外教育的原理内底。啊，若安尼的话，咱的生命内底包括咱的健康，包括咱的财宝，包括咱的生命，啊，包括咱含厝的人相处。拢有老师的天平无？有无？有啊，有啦吼，安尼有可贵。敢是咱用咱个人的想法、思想、看法咧物件的因果，已经毋是啊，内底拢有老师点点滴滴的指引。咱的心情就爱安尼咧，无简单咧。无咱有当时啊，人讲天不从人愿的时阵，有当时啊讲，咱出无路诶，啊求天天袂用诶，要求天天袂用诶，啊咱最近啥物作家，哦，安尼真正足可怜，真的呢，拢听着老师的天平伫恁内底创。所以，咱老师的天平内底综合着咱生命内底每一个角度、每一个因缘、每一个关系，拢甲咱做很好的一个安排。通讲你要传啥物某，要交啥物人去做伙，只要你若有融入老师的天平内底，老师拢会安排咧，做最好的安排，最圆满的安排。你啥物人要来出去做咩？嘛，甲你做一个做伙的安排。啥物人要来做你的媳妇，嘛，甲你做一个做伙的安排。这部对伫心内底，佫无咧甲你圆满无？佫老师的天平咧圆满咧，敢是靠着咱？毋是。啊，若安尼为咱的心爱会对。所以就是透过着即四项环境，人的心情甲天平，咱头前较好，咱头前无吼，无够太简单，毋是要面对物件。所以即四项就是自我，这四样就是自我。哦，啊，即四项自我了后，后边还有条条。你也有条件的啦，无条件，有
出完后，无效啦，迄个条件是出完的。所以过去当中咱所讲的出完是一个作用，啊，不过条件它是注意，迄个条件就是地位、地质。哦，大概是，这4项就是咱的条，这3项是咱的条。咱若无这个条件，也无法度。哦，所以，来讲，咱的优势、优点，会当变成咱的优势，咱的缺点会变成缺陷。咱有优点，还有优点，可你的优点变成优势，什么叫优势？那是会对，咱想要对看，为什么咱袂当上分？伊一个嘢，有一个人要为头前口。所有的处理无敢讲的话拢敢讲，伊不能头前大家拢敢讲，但是毋过拢讲伊心内啊，拢敢出声，拢爱念拢念出去袂听。啥物无应该讲的，啥物心内的话，啥物种种的哩哩扣扣拢敢讲，有伊不能头前拢敢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咱敢知？咱有想要听无？有无？因为阮吼，伊爱坐伊敢讲，原因是因为吼，伊学不听，不都会听讲。对，我哋今日辦公咧，所以我話嗰個我有啲，今仔日但唔敢講互咱聽，原因因哪里去講別人聽？對不對？安尼是啥物？是境界。咱境界問題，對不對？好。第二。人敢甲咱讲，人敢讲互我听，因为阮吼少，讲甲安怎啊，少理，啊，毋过人讲互咱听，咱就避，所以人毋敢讲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会避免，个阮少理，而且呢，啥物无够？经验。所以，阮伊有优势，咧，互大家对伊信任依赖，那是优势。毋过，咱也有优点，也有优势。啊，毋过钓有好无？钓无好，因为它不能成为一个面。系嘛吼？对。所以，语言内底就没有无法度成为一种优势的时阵，